俄罗语的好人啊，重音读伫第一节学的所在，是毋是真亲像北京语话的好人哦？咱拢知影，俄罗斯若是寒天一到，天气真冷，即阵你若是拄伫莫斯科用北京语话讲好人哦，相信俄罗斯的人一定嘛是有同感才对。请对我念一个，你就拍拍你个人生命的第一个记录，因为你已经开始讲第一字俄罗斯的话啊。请大家对我念一个俄罗语好人啊，好人啊，中文好人哦，好人哦。